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即个圣的主日有机会过来甲咱做伙同心敬拜上帝。我知咱真敬敬的曾牧师，因为伊伫台湾有无共款的服侍，所以离开咱去。咱检测还搁咧拼搏中间，也愿上帝带领咱，会当同心合意，会当看见上帝要搁为着咱备办的好的牧者。今年的3月，我的老爸过身，享寿98岁。伊一世人真疼主，佮欢喜奉献伊的大囝来做牧师。毋然呢，我离开厝故乡来到美国40年久，无啥物机会来孝顺伊，总是伊也欢欢喜喜替我祈祷，拢无怨言。所以当伊过身的时，对我来讲是非常悲伤的困难的时间。我拄好有一礼拜学校拄我春假，所以赶紧转去甲伊办即个安休礼拜安葬我家己主持家己讲道不太容易咱常常做牧师的人嘛有需要牧师来甲阮安慰，总是我感谢主，予我迄个机会。至少会当为着我的爸爸搁做一项代志。所以最近我常常咧想家庭的生活，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家庭，咱中间有的人是做阿公阿嬷，有的做爸爸妈妈，有的是囝儿，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真济款的身份。咱拢是属于一个家庭，所以伫家庭内面，咱的关系，若是会当大家相疼、相敬、相扶持，迄实在是足大的祝福，敢毋是？特别咱中间，若甲我年纪差不多，也是比我较悬的，拢已经属于迄款 senior citizen 咱回头开始咧想咱的一生的时，咱的成就已经完成，囡仔也大汉，咱即马就是好好退休，甲身体顾好。即马以前是去甲朋友做伙较济时间，即马是去找医生较常安尼吼。所以咱的生活一个阶段无改变，无共款。总是我想，当咱年纪愈来愈悬的时，咱更会当体会家庭的要紧，敢毋是？一个家庭毋是干那提供咱一个所在，像讲一间厝，互咱伫遐会当安心来成长，伫遐安全来生活。嘛，毋是干那互咱一群的亲人，互咱会当相疼、相扶持、相欢乐、相帮衬。其实，佫互咱一种的归属感，甲互咱一种的目标的感觉。当咱无用的时，转去到厝，咱会感觉讲真安心。当咱咧拍拼艰苦的时，拄着困难挫折，特别工作中的时，咱发现讲至少忍耐者，为着我的太太，为着我的先生，为着我的囝儿，我着爱忍耐，继续拍拼。迄种的归属感甲目标感嘛是真要紧。所以当然，当咱厝里的人有人破病，有人过身。甚至毋是干那老大人，连少年嘛会破病的时，咱的心真正烦恼，真正艰苦。这时阵就互我想起讲我敢若是迄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内面迄个浪子啦离开台湾，离开爸爸家庭40年久，家己伫一个异乡，伫美国这个所在，虽然是服侍上帝，总是甲我的亲人做伙时间就无济。所以，阮一直拢努力过去，每一个暑假就欠3礼拜的时间，甲钱，就转去看爸爸妈妈。爸爸常常甲我讲，种你转来3礼拜，你若敢伫厝里食暗顿食3摆。因为我转去时，就即个教会邀请去讲道，即个圣经讲的甲我安排，你就去演讲，无就高雄，无就台北，逐所在安尼去所以其实我嘛感觉有一种的愧疚感感谢主，我的妹妹弟弟，大家拢真同心来照顾我所疼的爸爸。我也感谢主，因为旧年的春天我拄好有sabbatical，所以我用一半的时间去日本京都的新学院做客座，总是我阁有差不多2、3个月，佮加一个暑假，差不多用迄4、5个月会当去
回去陪阮爸爸，至少伫伊上艰苦的时，有甲伊做伙着。有时上帝疼痛就是安尼啦吼，互我阁有至少迄个机会。那所以浪子回头故事，诚侪我最近咧想，我开始咧想讲，咱做一家人啊，咱常常知影讲吼，你会当选择你的头路，你会当拍拼去经你的学校，总是你无法度经你的出世。对无？你出世伫倒一个家庭，什么款的父母，什么款的兄弟姊妹，迄就是 given， 无法度互你有选择。总是咱 we can always make it the best， 对无？啊，所以咱的亲人中间啊，怎样伫咱的环境，伫咱上帝赏赐咱这些亲人中间来做伙学习，做伙拍拼。耶稣伫这个世间传道理的时，伊有一项甲其他的劣比，也是先知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伊不但讲上帝的律法，伊不但会当医病赶鬼，伊佫常常特别去关心遐个互社会所看轻的人，遐个负责人，遐个送养人，啊，遐个税吏，啊，甲遐个破病太高的人，啊，为着安尼，法利赛人甲文士常常就要挑战耶稣，讲嘿。你若是咧讲上帝话，你既然是圣洁的人，你太会使甲遐个罪人、甲遐个歹人同流合污？啊，你的圣洁伫倒位？安尼你的话，你所讲的假使，阮哪会当接受？路加福音15章甲咱讲，当法利赛人甲文士咧挑战耶稣的时，耶稣用3个譬喻故事来回答因，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第3个故事。所以有耶稣用3个故事，第先是讲失迷羊，有一个人100只羊失去一个，伊安怎样甲伊找倒来？啊，然后伊讲，佫甲恁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负责人有10个人啊，判见一个，伊安怎样安尼拍拼，一直甲找着。啊，第3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人有2个囝，啊，一个安尼去做浪子，啊，一个伫厝内咧张，啊，用这3个故事来回答。遐个法利赛人对伊的质问，咱先来看这3个譬喻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伫每一个譬喻的结尾时，迄个主要人物拢会邀请因的亲人朋友讲：恁来甲我同齐欢喜庆祝，因为我已经找倒来我失去的羊，我失去的囡仔，啊，我死过我这个放荡囝。然后路加甲咱讲，也是讲耶稣甲咱讲，讲伫天顶，上帝甲伊的天使也要因为找到遐个失落的物转来，会比遮个人搁较欢喜快乐。所以这个主题重复3摆，敢若像贝多芬的Fifth Symphony 哈，第5交响曲，你讲噔噔噔噔，羊失去一只。噔噔噔噔，囡仔失去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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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上开长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所以这3个譬喻，互咱看去真清楚一点。耶稣是安怎来到这个世间，要去关心遐个大人所轻贱、大人所无要爱看认定遐个罪人呢？因为对上帝眼光来看，这个罪人也好，税吏也好，也是讲颂扬也好，有原是上帝所疼的。啊，所以耶稣来任务来到世间的任务，就是要将上帝疼分予遐个人，遐个人无得到这个社会主流，也是讲遐个领袖，也是精英会接受，总是上帝疼因。耶稣来这个世间，就是要保护所有的人，特别这款的人，明白上帝的疼痛。毋然呢，伊佫甲咱讲，当这个人回头来得到上帝疼的时，伫天顶的快乐是比咱世间对找回失去的物件迄种快乐佫较加倍。这3个譬喻其实就是安尼要来解说耶稣的任务。耶稣是安怎样要关心罪人？
当然，咱若搁较详细来问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三个譬如嘛，互咱看见车耶稣来到世间的上帝。咱所信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有三项，头一项，上帝是咱的牧者，伊是咱的主人，伊是咱的老爸。用这种人甲羊啊，人甲财物，人甲囝儿中间迄款的关系，咱会当体会来讲起，咱的上帝就是疼咱到安尼，咱的性命，咱的一切拢属于伊，咱是伊眼中的宝贝，伊疼咱。咱的上帝，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第二项，虽然咱有时会失落，有时咱会离开上帝，有时咱会行唔对路，总是上帝也会不顾一切，甚至牺牲伊的独生囝来找咱回来。所以上帝听，唔是干那因为迄个关系咱属于伊，是因为伊用行动要来疼咱。要甲咱找回，互咱有机会，佫一摆转来甲上帝，会当享受伊的疼惜、亲密的关系。那第三项，特别咱根据浪子回头的比喻，咱看见讲，上帝毋若疼迄个浪子，当即个大囝无欢喜的时，即个老爸伊愿望大囝会当体会老爸的心，伊愿会当接纳伊的小弟。换一句上讲，上帝毋但爱甲咱恢复关系，上帝爱咱每一个人彼此中间也会当恢复关系。所以咱来看这三个譬如，甲咱讲起耶稣的人物，看起上帝的性质，咱就知影讲，这个三个譬如，甲咱讲起一个真要紧的基本的观点，就是讲咱这个信主的人，伫主的内面是一家人。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有上帝做咱的天父，咱有彼此做兄弟姊妹，所以咱就爱家和万事兴。常常教会互人绊倒，上大的问题伫倒位？甚至毋是讲疼心无够，是伫遐冤家啦，伫遐意见无共款。无论是为着教会是毋是要起一个啥物件，是毋是要开始一个 program， 是毋是要聘募？伫迄个过程，咱若是无当心，坚持家己的意见，无用祈祷来求上帝来启示咱的时，迄是上歹的见证，敢毋是？我想咱中间一人做基督徒，一世人参加过袂少的教会，嘛听过袂少教会欢喜的事。嘛有失败事，这三个譬如咱简单讲起，咱的上帝既然疼咱呢，伊爱大囝甲这个啥小弟伫遐相疼，亲像伊疼因共款。检查我讲遐想过白吼，因为咱即摆拄好要聘募，总是检查，咱就是需要对上帝话来得到反省，毋望咱会当真顺利，对毋对？咱拢毋望找到上好的牧者。上教咱每一人伊的牧者，吼，想看卖，咱中间真济可能有一寡真戏剧性的爱情故事。你所敬的男朋友，检查你的爸爸不喜欢，通常爸爸不会太喜欢男朋友，吼，是岳母在喜欢，吼。检查你要结婚的时，哎呀，大家甲你嫌这，是吧？所以咱要竞选的是中间，要互较济人做，但是无容易，所以一定爱用基督的心，毋能讲基督上帝先是咱好的牧者，基督上帝帮助咱有同款的看见。即次上帝若要竞选这个人，上帝你就互阮逐个人拢感觉讲这个人真好，安尼是阮会当心一开始就会当甲这个牧师同心来拍拼，毋免搁伫遐什么蜜月期啦，什么磨合期，磨合了2年以后，这个牧师到是要退休啊，还是搁走去啊，对无？对咱嘛是顺心，吼。讲了较白，因为我嘛是做过恁的牧师嘛，吼。我甲恁共款听这个教会，对无？好，当咱为这三个比喻安尼来看的时，咱会发现讲，咱的教会就是属灵的家庭。咱有上帝做咱的天父，咱彼此是兄弟姊妹，咱一定爱体会老爸的心情，来学习三听。学习三听，毋是迄个期末字那听，
毋是讲哦，我到2、3个家庭特别好哦，安尼就有教育。当咱想起讲，我甲这3个家庭真好，啊，囡仔拢做伙时，来想看卖。今仔日这个圣经甲咱挑战的是讲，咱教会我特别搭一个家庭，我过去这3个月连 say hello 都没有。Look around， 有甚物人我半年来毋捌甲伊请安，毋捌甲伊讲话，大家都知道教会来，可能是相亲无讲，可能是感觉讲有教育，我都无用到。好朋友Grace Lin 一直跟我讲话啦，甚物人叶锦龙拉着我不放，但有努力去 reach out 无？这是对咱的条件学习，是不是？当然，今摆过来继续来看特别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其实，既然咱伫主内面拢是一家人，这个浪子的比喻，佮讲起一个家庭的关系。这内面3个人物，老爸、小弟甲大囝，互咱对每一个人物会当有啥物学习？我真紧来讲，我知影这个故事咱拢足熟的。检查你已经听过20遍的 sermon 讲道，总是不要紧，同款的要紧的主题，咱佮复习嘛不要紧。但为3个安尼简洁来讲，比喻中这个比喻中这个譬如中间这个龙主，咱看起讲这是一个安怎不成熟对不？自私自利，佮放纵奢华，好吃懒做。所以虽然已经分遐侪财产去外地一时开了，到最后甚至安怎无法度维持生活巴肚枵，连要摕抢猪食的物件嘛无人要互伊。其实这若是犹太人听了，这个特别讽刺，对不？咱知影对犹太人来讲，猪仔是啥物货？无洁净的动物，无食猪肉，猪仔是足垃圾的所在。所以，咱看去福音书嘛有故事讲，迄个虾神点啦，一群进入猪群跳入水里面。为什么那个时候有猪群？因为迄阵加利利海对岸东边迄边叫 Scythopolis， 迄是一个希腊人的大都市，所以遐足侪外邦人，因为食猪肉，所以有迄个时候有人咧饲猪仔啦。但是对犹太来讲，迄猪仔甲虾神甲无洁净，拢连做伙。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本身，咱若阁想到遐款的文化宗教信仰的背景的时候，感觉讲真有意思伊连咩讲落魄甲连迄个猪仔要食的物件犹太人看袂起的动物，都拢无法度食。总是有一个转捩点，是安怎？就是当伊真枵的时，伊突然发现讲我敢真正要伫遮枵死嘛？阮老爸厝遐尼济工人，遐尼济萝卜因虽然工作辛苦，至少逐顿有通食，对无？我真正讲伫即个外地咧枵死嘛，所以伊就想去讲，即款的机会，讲无安尼吞下自尊嘛，要转去，为着要活命甚至伊佫想讲我即摆转去要安怎甲老爸讲，真无面子，真见笑。伊都爱讲我即摆拄着老爸，我要甲伊认罪，讲爸爸谢咧赦免我我得罪上帝，我嘛得罪你。伊知影伊做的代志是不合人伦，嘛是无照上帝律法无孝敬伊的父母嘛咱的人生有时是毋是嘛，亲像这个龙主共款，离开咱的亲人咱有时会伫人生拄着失败，还是落魄的时迄阵常常都爱家己孤单伫遐来食苦。有时检查亲像阿伯拉罕，逐所在去去逐所在流浪。为着要找一个安顿的所在所以有时为着性命，就爱欺骗等等有时咱嘛会感觉亲像大笔虽然有成功总是会拄着人怨妒拄着人要甲咱追杀所以安怎样来应付？咱发现讲，其实伫旧约圣经内面有真侪人物，拢互咱会通去想起，讲咱人的软弱，咱的人生内面。检查毋是亲像即个放荡自愿的敢若奢华宴乐。重点是讲，伊当伊离开伊老爸时，伊人生无共款。伊只有想到家己然后伫遐拄着人生的危机真加载，真加载。伊虽然知影
伊是无值得、无配，佫通转来伊的老爸厝，但是为着活袂去，伊还佫会晓会晓僥啦吼，会晓反省，会晓赶紧要回头转来找老爸。John Chrysostom 是一个第4世纪、第5世纪真影响力的教父，特别伫迄个希腊政教的内面，伊安尼讲，伊讲，即个浪子家在，伊会晓清醒过来，佫会晓转头回家。意思是讲，伊的心会晓转向上帝，找到迄个疼伊其实从来毋捌离开伊。虽然伊离开上帝，上帝从来毋捌离开迄个上帝。所以，当咱人生拄着低潮的时，毋通丧志，毋通泄气，都系记得咱的上帝是咱的天父，伊的慈悲是永远伫伫。虽然咱有对落，咱有失败，咱有时无论啥物原因离开伊，伊永远疼咱。亲像安尼，咱的教会都爱活出，亲像上帝共款，互任何拄着困难、拄着风险、拄着失败、拄着亚咱的人、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会当体会到上帝的疼，会当伫遮找到上帝的慈爱。真要紧，爱学习这个浪子，会晓顿悟，还是讲会晓晓我拄着困难的时，毋通袂记哩上帝的疼痛，佫毋通袂记哩上帝的恩典。只有安尼，咱才有迄个 survive 的机会。所以这真要紧，咱常常有需要祈祷，还是反省，原因就是安尼。第2项，我想要来讲，就是讲这中间的老爸，这个故事内面，真2项，互咱来想吼。至少真2项，我今日要讲。这个譬如说，老爸呢，咱发现讲伊真善良，是毋是？伊嘛真慈爱，会当讲伊嘛慷慨，伊嘛讲宽容。有个人讲伊伤过戆啦，迄个免来讲，迄个小弟吼，甲因爸爸讨财产。爸爸都也未较艰苦，也未过身，就要甲讨财产吼。你想，迄是毋是足大的侮辱？佫伊知影，爸爸知影讲，即个细囝就是无认真啊，讨财产一定是去开一时仔就艰苦。总是即个爸爸悠然欢喜，互即个囝有一个机会去经验伊的人生啦。所以会当讲伊是讲，嘛会当讲伊嘛是有疼心，嘛是讲有宽容，吼伊知影即个囝真有可能出去了，不但会甲即个财产毁掉，互伊的名声，互伊的家族足无面子。总是因为即个囡仔爱，即个老爸互伊自由。通是一项真有意思的事，就是讲即个故事来讲，当即个浪子要转来厝的时，即个耶稣特别讲了足细致的所在。伊讲，当伊还佫真远的所在。时，老爸就安怎走过去来迎接伊，甲伊抱、甲伊亲、甲伊欢迎出。即句话表示讲，这个老爸是毋是逐日拢伫咧望伊的囝要转来？所以虽然伊还未转来到门口，这个老爸反正安尼走去迎接这个囝，这就是老爸老母的疼，老爸老母的疼。甚至这个囝还佫无机会伫伊老爸面前认罪，你会记得无？头前讲，伊心内讲我著要转去，我著爱甲老爸安尼悔失咧，请老爸原谅，互我做伊的奴仆就好，莫枵死就好。伊还无机会讲这个话，老爸就抱伊、亲伊，然后吩咐伊的这个仆人讲：你应甲新的衫、新的鞋，甲迄个戒指。拢较紧摕来，甲伊换起来，佫准备台牛咱来庆祝 party。咱拢知即个老爸就是咧上顶咱所信靠的上帝，敢毋是？上帝是咱的天父。加尔文安尼讲，正文安尼讲，讲老爸所表现出来迄款的宽容的疼，甲伊伫浪子还佫离厝真远时，就走出去欢迎伊转来的迄个动作。
就是这个譬喻的重点。耶稣讲这个譬喻上要紧的重点，就是要提醒咱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伊是充满恩典、充满宽容，伊欢喜赦免咱，伊只有期待咱虽然犯罪离开上帝，虽然安尼肮脏恶臭，总是当咱欢喜回头转来时，伊就要上帝就要接纳咱。上帝有迄款无限的良善呐，甲伊有永远的恩典。无论安怎，伊拢听咱。所以保罗捌安尼写，伊讲只有基督伫咱要搁做罪人的时，就为着咱来死。上帝就是即时伫即个所在来证明伊对咱的听。这就是是安怎？其实一寡新出版的圣经内面哈，我唔知你手内面的圣经，这个譬如是写迄个标题写啥？是浪子的比喻吗？哎，你看，如果圣经，赶快查一下，路加15章，伊遐写啥？是写浪子的比喻，还是慈父的比喻？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然，迄唔是圣经嘛，迄是圣经翻译者甲圣经公会给伊复一个标题。你的圣经是写啥？中文？好，你的圣经是浪子的比喻的举手 ，OK？ 写慈父的比喻的举手有没有知道？较新的比较新的版本，把这个比喻不是讲浪子的比喻，虽然拢传统教会几百年来拢想讲这个，安尼时，互咱想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到底什么人是主要人物？是浪子，还是长子？还是父亲？捌想过这个问题无？这是要安怎解释这个比喻的重点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只有一半嘛，基本上只有一半的故事嘛。后半故事是关于什么？大兄种子穿插两个故事当中就是那个父亲。父亲，耶稣用这个比喻，要甲咱讲起，咱的上帝就是一款主爱上帝。咱有时亲像这个浪子，有时亲像这个大囝，有较乖时，咱就看人看袂得哩我拢足乖我拢一时安那无互我一只小羊来一个小小的 party， 有时咱是亲像迄个浪子，伫外面已经安尼心灵安尼真艰苦强要拢无朋友，家己嘛真歹势。哎呀，上帝你是安那甲我放屎？其实是有时是咱先发生上帝所以其实慈父的比喻，那根据加尔文根据即卖新这个学家来看，整个故事来讲，应该是慈父的比喻，太当帮助我们抓到重点当然，这个故事呢是比前面两个比喻较复杂，对不？噔，即摆是迄个 motive 已经 develop， 所以较复杂，要甲上帝甲咱无共款的人的故事咱讲做伙。咱拢是主来一家人，总是有无共款的人，是讲咱每一个人伫咱的信仰的过程，咱的人生过程，有时是浪子，有时是长子，总是咱的上帝天父永远无改变。你发现无？当伊听见这个长子咧安怎咧张的时，伊有足受气，要讲无使你做我的大囝，你怎会无体会我的疼心？安尼，搁伫咧张啥物？有啥物好张？毋是。圣经甲咱讲，这老爸听见了，伊就安那出去外面。伊 again take the initiative 去外面去安慰迄个大囝。这是咱的上帝。安尼咱有福气无？咱所信靠的上帝就是安尼。那一个真出名的荷兰的画家叫 Rembrandt， 咱搁转来迄个 ，Let's look at the picture。对，这样够了这个 picture， 你有注意到伫咱曾宝书的办公室内面，我今日发现讲，原来有迄个 picture 有看无？有人要入去曾宝书的办公室，若无看，有机会趁礼拜日伊的 office 开的时，反正无人伫遐，看入去看者，足大张的，这个就是左边迄个足出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的画作这个画呢，其实伊有画过几啊摆、几啊遍所以伫阿姆斯特丹嘛有，伫美国嘛有，这个原作几啊
好几幅，因为不同的 version 哈。不，真要紧的就是讲，这个伊用这个故事啊 ，Rembrandt 是一个真出名的基督徒的画家啦，哈，所谓的光暗学派哈，伊的故事拢就是拢暗，伊的图片拢暗啊。中一个上光的所在，像我伫左边，互咱的注意力看到上光。上光的所在就是啥物货？老爸甲迄个龙子因的关系有无？啊，迄个龙子穿衫破破烂圾，啊，伫遐规个老爸面前，就是咧反悔对无？总是老爸安那，甲伊抱咧安尼吼。啊，这个 Rembrandt 的这个图上界出名的，即马就是放伫这个伫这个 Saint Petersburg。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迄个 Hermitage Museum， 它这中文刚才直翻做东宫啦，东边的宫殿，反正Hermitage 迄个 Museum， 这个 Museum 一直到差不多30年前才开放，因为迄内面，迄阵啊 Russian 战2次大战的时去欧洲，共抢足济物件，拢放喺内面，所以一直无要开放互人看，一直到差不多30年前才开放啦，哈。啊，伫美国一个真出名的灵修学的教授，伊捌伫哈佛、耶鲁拢做过，叫做 Henry Nouwen。伊安尼讲吼，咱来看迄个图吼，父亲那双虾米的眼睛，表明他闭眼不看浪子身上的污秽。来，咱个等来麻烦咱的同工，搁来看迄个图，你看右边，这个父亲你来迄个 close up 的是，看迄个目睭，老爸目睭是毋是咪咪？你知我咧讲啥无？吼？老爸目睭敢若咪咪，敢若瞎眼，敢若眯起来。啊，这个迄年喏，伊足欢喜的，当因开放的是，较紧走去遐看。伊写一本细细的册，足出名。伊就写讲，伊看这个图，伊写一本册来讲起这图，讲起上帝，讲起咱人，啊，讲起咱甲上帝关系。特别看这个detail，伊讲 Rembrandt 甲这个老爸画做目睭已经眯去，可能是表示讲伊已经痴迷，所以伊无看到这个龙子我尔啊落魄，也是讲伊无青眉，总是伊目睭眯起来，无要看，闭眼不看他的罪恶，因为对伊来讲，我这个囝转来啊，上要紧，真有意思哈，真有意思。因为圣经无甲咱讲伊到底伊目睭是什么样哈，嘛有可能因为伊逐工咧望这个囝转来，检查流目屎，目睭滴到无啥看见。这是通过一个基督徒的艺术家，互咱去想起这个的关系。咱过来看第二个部分，伫咱注意就是讲，伊的手，咱来看迄老爸，甲迄个，甲染伫伊的形状，对无？你看伊迄两只手有啥物特别无？右手，这老爸右手细细长长，左手呢粗粗壮壮。右手掌是毋是亲像查某人妈妈的手，有无？啊，左手是毋是亲像爸爸臃肿的手？一个好的艺术家是安怎挑你甲这个老爸要象征上帝，特别他 embrace 他在拥抱这个回家的浪子的时候，那两个手，一个是妈妈的手，一个是父亲的手，表示是上帝疼爱我们，好像妈妈的温柔，好像父亲的坚强。啊，有时咱看这图真出名、真水，就甲放在墙壁上。啊，有机会连咪要接咱以前，其实牧师我会去看者，好不好？咱连咪看咱同工那安排啊。每一个人只能看1分钟，啊，不会 long line 呢。好，所以这个父亲竟然要给你一幕。耶稣通过这个故事啊，当然这是这个这个 Rembrandt 的想象，互咱来体会上帝的疼。有时通过一个故事，通过一个画图，要来互咱体会到上帝的疼。啊，伫台湾每一届暑假转去的时，拢会去拄好碰到啥？碰到因迄款咱伫台湾有真济迄庙啊的迄款节庆啦，还是讲朝圣啦，特别啥？这个大甲镇南宫，吼，还是啥物白沙屯妈祖，哦，迄即摆拢几十万、几百万人，还是几啊天，本来7天，即摆15天，啊，即摆哦，迄是 big business and big industry， 对无？总是通常我拢会互我感觉想着讲啊，是安怎伫咱台湾，遐尼济人
对这款的神明，对这款的宗教活动，遐尼啊热心。这是表示因心灵有迄个需要，表示心灵有需要甲上帝结连，因找无办法，所以拜这个庙的人嘛拜。啊，伊通常爱拜的人，伊是去每一个逢庙必拜。哦，拢是想讲啊，唔通去闹交一个神，啊无将来去到遐个时间，拄好迄个神，我才了去。啊，既然拜遐济拢拜，难免有真就是即款的心。啊，我想起讲，世俗人会晓。要用迄款的对神明孝顺的心来敬拜伊的神明，咱的上帝是真个活，个遐尼疼咱的上帝。咱到底有疼上帝无？咱除了逐礼拜来做礼拜，除了家庭礼拜，除了祈祷会，咱有为着咱的教会，咱为着咱所疼的台湾，咱有为着咱所徛起这个美国所拄着这个问题，热心来祈祷啊无？第三项，咱再来看大囝。这个比喻的后半段讲，这个大囝呢，无用一天转来时，发现讲，原来遐尼老些就是伊的小弟转来，是无？所以伫遐足无欢喜，伫遐咧张，伊讲爸爸实在太偏心了，太不公平了。好，这咱会当体会无？我想这三个人物内底，咱上爱同情的是啥物人？大囝对不对？你是同情浪子还是同情长子？老实讲，咱拢同情长子。现在伫查经班的时，这个几啊册这样问，你们觉得最同情？大家不敢讲。我如果讲同情长子，好像我是想过世俗。事实上，这个故事互咱感觉所以这个大囝唔是无理由，对不？我辛辛苦苦转来，结果呢？我这个弟弟，你就把所有拢分起来，就做老爸较紧死，还未死就物件分，做一走，处理代志无要倒冲，然后今晚还有脸回来，真不要脸哈！我呢连一个小羊都没有，他还是小牛呢哈！有足侪理由，互咱感觉讲，在这当前有影，这老爸无公平。咱若来看起咱一般的人生，咱卖正去看。迄个上顶上帝，咱来看咱一般的家庭内面，是毋是每一个父母拢遐尼公平？我这袂使叫恁举手，你感觉你的父母无公平，举手袂使的。哈，但是有时你感觉讲你咧长大过程，爸爸那种较疼，侬上疼迄个大的啦。我若考试95分，伊讲，你哥哥每次都100分，你怎么只有95分？打手心5下，哇！会记得无 ？Some of us have that experience, right？ 恁姐姐拢较乖，薪水拢会摕转来处理。你是钱开会都会记。父母要做到公平无偏心很难。因为伫迄个，我相信咱父母拢是疼每一个囝同款，总是伫实际上难免。对囝儿的角度来看。当伊感觉讲，爸爸你拢无要听我，爸爸你拢无要甲我鼓励，你拢甲大概拢讲伊好，讲什么人好，什么人好，好像我不存在，一定有这种感想。所以这个故事真有咱的真正人生，反映咱的人生，耶稣真有智慧，因为互咱看见讲，咱的人生有时会感觉呢，咱的工作嘛是，有时迄个主管就是很偏爱，就是最偏爱叶锦龙，好。认真任劳任怨，对吧？负责任升迁好像都是他 ，bonus 都是他我比他早1个月进来公司，我怎么没有拿到？有时候迄就是咱的 perspective， 咱的角度，敢毋是难免人的社会、家庭也好，公司也好，拢会安尼。你想咱教会有时会安尼无？大家歹势讲。叶牧师来，大概拢跟那3个人讲话，都不理我，都没有给我谁平安，难免因为咱的经验无同款，有时，所以这个故事反映咱真实的人生。当然，咱要看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伫哪？伊讲，当咱感觉安尼时，上帝来到咱的心内，上帝甲咱那头前，甲咱安慰，其实这个公平的背后。有甚物款的心理的因素，还是讲其他的因素？这点来报咱知，
咱来看右边这个图片，右边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的画家何启，伊是南京大学的这个艺术系的教授。啊，你看伊这个图是不是有中国的味？有欧洲的味啊无？有点抽象，对吧？抽象化，因为伊捌2年时间去欧洲、去德国去学迄个抽象画，所以咱看迄个画风来讲，这人真特别。伊小的时候，甲因爸爸同款去互这个迄叫啥？劳改，劳改，因为因爸爸嘛是南京大学教授，迄就是黑五类啦。迄阵劳改送去爱囡仔去，伊讲，哎呀，我才14、15岁，我即摆去去到北大荒，我要哪生存？就探听讲你若会晓写毛笔字，你若会晓画图，有特殊技巧是，迄个所在会当互你去做文宣，你就免去遐垦荒啊、饿死。伊就较紧诶，甲因爸爸一个同事伫南京大学艺术系的教授学几步啊，即摆去伊就讲自信我可以做文宣。所以，伊一世人为少年开始学画图，伫劳改的中间几啊年，伊讲伊画差不多要超过1万2万的毛泽东的画像，因为世界去打有无？大字报世界去打。然后劳改了，转来伊怎去恢复有机会读大学，去怎去读南京大学？这个中间呢，因为伊有迄个画图的经验，所以伊用派去西藏去替迄个喇嘛教。迄个宫殿画遐个宗教图画，也画了1、2万以上的宗教图画。所以等伊后来得到真正的自由以后，伊讲我剩下的一辈子，我只要画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不要再画政治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因为伊伫这个劳改中间的时，伊发现大人拢愁眉苦脸，因为你什么时阵会死唔知，你物件要家己种、家己食，大家抢来抢去。但伊发现讲，伫劳改里面有一个老太太，斗上起来，伊拢欢欢喜，别人抢的物件，伊嘛伊嘛安尼袂受气。伊拢透早起来，遐行来行去，伊捌甲伊怎甲伊讲话？伊讲，老婆婆，你为什么都好像很快乐？伊讲，我在祷告啊，伊伫遐碰到一个基督徒，会当伫迄个困难的中间，伫遐用祈祷快快乐乐，所以讲我也要信你这个宗教，所以伫遐就信主。所以，为足这些，你只要上 Google， 你可以找何其，会当看已经 publish 伫这网络上有足这块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图画 ，OK？ 伊最近一直咧努力，想讲伊退休，伊死之前，会当出一张圣经插画就是有插画的圣经版本这样好，你看伊这个故事你给他看右上方黑是不是？那个人物是谁？老辈对不对？右下方呢跪着的那个是谁？浪子。左上方呢？左边长子。你看长子的眼睛看谁？这画图嘛真出名人物之间眼睛最吸引我们，他眼睛谁看谁，就看出他们的关系。这个左边的长子眼睛看谁？看着父亲，有没有？可以看得出来吧？是高高兴兴还是在瞪着父亲？好，有看伊弟弟无？伊目睭看弟弟无？拢无。弟弟呢？目睭呢？看着父亲。你怎么样注意看迄个父亲的眼睛？那个父亲眼睛有一点斗鸡眼你看他右眼看长子，左眼呢看小儿子。这就是皮卡索的话。你看皮卡索足奇怪，一个人那几个面相。他们就想把超过那个double dimension， 把它画成 3 dimension， 甚至于5 dimension， 让你体会出。所以伊迄要表达的就是讲，这个老爸伊是看2个囝，一个是感觉讲忏悔，一个是安那受气。伊甲伊手甲伊扶咧最小的，然后他期盼长子今日较讲，我请咱注意看，是个可能会较长，特别了当都有较长。不过你看，这中间一个真特别的是讲，你有发现讲，这个大囝甲爸爸浪子，因3个人的关系，谁跟谁比较亲密？
或者是用距离来表达，对不对？眼神以外就是距离，是不是？咧浪子跟爸爸抱做伙是较亲，啊，那个长子呢，保持一个距离，他跟爸爸跟弟弟有心理距离的，好，啊，是什么东西隔在他们中间？你有没有注意看？可以看得出来吗？有一头牛，啊，因为你挡在他们中间，嘿，这个故事里面有讲到牛不？有，是什么牛？小牛啦，小牛要抬给浪子人，这不是小牛呢，这是大牛、大公牛，这是安怎？那个长子从田地耕完田，带着牛回来，这不是那只去用抬去吃的那只小，这是大牛。那你有个想法嘛，就是说有些基督徒的艺术家，伊咧想圣经的时，伊讲我怎么样落笔，我要从哪一个角度，我要怎么样画故事里面哪一段。啊，人物怎么样关系，都有想过的。牛，大家知道吗？牛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村文化里面代表什么？财富，财富，对吧？你做田，你田不是你的，你都无效。啊，你有田，但是你无牛，迄牛是伊的生产的工具嘛。所以这个牛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从艺术史的角度，它是象征财富。那个财富把长子跟爸爸弟弟隔开了。那在西方呢？因为何其是要把两个东西文化都加在一起。在西方，咱有人捌伫纽约工作过无？当你去 Wall Street 时，你看见啥 ？Bull market， bear market， 迄只牛有无？所以伫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迄只牛是代表啥？财富。何其不知有地位哈啊！但是这个解释对吗？为什么让长子无法度听爸爸的话，还是讲为爸爸的角度来讲，无法度接纳伊的弟弟？互咱看见讲，咱来注意一句足要紧的话。当爸爸出去的时，爸爸甲这个大囝安怎讲？你知影安怎讲无？伊讲吼啊！你一直跟我在一起啊！你常常与我同在。咱今仔个经济是啥？咱今仔经济背起来未？31节跟32节，安怎写？你不喜拢跟我弟弟，你都一直与我同在，长子。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是安怎老爸爱甲大囝讲，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伊要甲伊安慰真情。要劝伊来接纳伊的弟弟时，伊是安要甲伊讲，我知影你拢有甲我弟弟，表示讲老爸唔是偏心，你有认真、有忠心、有拍拼，为了家庭，为着老爸咧努力，你一直甲我做伙 ，I recognize it, I honor that。第二项，我所有的拢是你的，是安那需要讲这句话？因为这个大囝惊啥？惊讲弟弟即马。伊本来该分的都拿走了，啊，即马佫转来，哦，佫互伊戒指，佫甲伊当做囝，啊，到时要佫甲我分呢？有没有想到？老爸知影伊的心无？知影。上帝知影咱的心，甚至咱无清楚的时，上帝知影咱的根源在哪里。所以老爸甲伊讲，免烦恼，我知影你一直忠心，啊，我所有的拢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弟弟是死佫活，失佫得着，咱应该。啊，袂因为我听你的弟弟，就互你损失你应该得到的。我照常要奖赏给你，不要为了那个财富而怨恨上帝，而拒绝弟弟。有时读圣经咱足熟的故事，对不对？啊，咱掠着重点以后无好好去想这个弟弟的事，其实这个弟弟嘛有足侪智慧啊。关于上帝的事，关于咱人甲人的关系。啊，你想看觅，咱的家庭是不是真济本来真好的家庭，却为着安那财产，迄富二代啦，好个人死去了，啊，久久不能入土为安，是安怎？囝儿孙伫遐咧相告。啊，咱对咱真济人检测有熟悉迄款人，啊，阮这无钱的人，无熟悉罕有钱的人，看故事。看 news 那定，会感觉讲，哎，怎么会这样子？哈，拢会不胜唏嘘，对不？感觉讲足感慨，
但是迄就是咱人的真性。耶稣基督对咱人的人性有真深的了解，所以甚至咱无去想的地方，伊上帝话甲咱指出唔通听遐个财富赢过你老爸，唔通因为安尼来拒绝你的弟弟。真趣味哦！这个大囝甲老爸讲，哎呀，我遐尼忠心你拢无互我甲我的朋友欢喜，你这个囝，你有没有注意到？伊讲你迄个囝，歹囝，佮转来你佮对也好。伊是安尼要讲你迄个囝，伊并毋是讲我的弟弟遐尼歹，佮转来你佮甲遮，伊讲你迄个囝，伊已经安怎拒绝承认迄个龙子是伊的弟弟，你的囝。你看老爸安怎甲伊回答？31节、32节，伊讲你拢甲三角地，这我所有拢是你的，总是你的弟弟4个啊。老爸挑你甲伊讲是你的弟弟，这个大囝甲爸爸讲你的囝，你有注意到迄种关系啊无？有时咱是毋是嘛是安尼？伫上帝面前，还是讲咱的父母真前，我们看咱正常的家庭的人生的经验，甲咱伫属灵的经验，咱常常是安尼。所以这个故事，咱也通过这个大囝，互咱想起讲，咱唔通袂记咧上帝的听当，咱都爱学习，会晓为上帝。咱知道上帝的听是白白来，所以咱会晓为上帝的眼光来看其他的人。那安尼，咱就会通真正，甲所有咱的亲人、家庭的人、家族的人，还是咱教会的朋友，咱所有周围的人，看做一家人。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这就是咱所信的上帝所喜爱的。咱这个故事互咱想起讲，家庭并不是一种的选择，咱无法度选择要出世伫倒一个家庭，但是是一种的礼仪。咱做家人、做厝内的人，咱都爱彼此相听，互相原谅，才会通保持好的关系。这款的道理，伫咱的人类的家庭，还是讲伫上帝家庭，就是教会中间拢同款。所以，咱的教会应该成做咱甜蜜的家 ，home sweet home。互咱来到这个所在，拢会感觉自由自在，知影上帝听咱，会当信任讲咱的兄弟姊妹换欢喜接纳咱，咱 become vulnerable to each other, become honest with each other， 学习来相听，安尼才是真正真侪主内的一家人。这个故事的结尾，咱唔知影讲，这个大囝听起老爸安尼甲伊讲以后，有改变想法，入去内面，入去厝内面参加这个 party 啊无？你想 ？I don't know， 有可能没有。所以耶稣把这个故事条理讲的就叫做 open ending， 目的就是要让咱每一个人来回答。即使你若是个大囝，老爸安尼甲你讲，你要入去啊无？还是要搁伫外面一直张。It's our choice， 愿咱的家庭就是咱的教会，伫上帝听内面，互咱成长，互咱学习上帝听，彼此接纳，因为咱嘛有需要咱的兄弟姊妹来接纳咱大先会爱学习接纳别人。所以安尼，咱的教会就当真正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属灵的家。阿门。继续让你